反映咗成個外判制度嘅即係問題嘅冰山一角啊嘛呢個。咁其實點解佢哋可以有咁大嘅權力去做到呢樣嘢？咁而唔同嘅即係而我哋係冇一個監管嘅機制，而領匯而家有咁嘅問題，但係亦都係處理唔到咧。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其實政府係咪要做翻啲嘢咧，去即係處理翻佢嗰陣時即係做出嚟嘅禍咧？好啊，我哋下一節翻嚟傾一傾呢個話題啦。咁啊，陣間再繼續討論。啱，我想講佢嗰個問題。唔中意政治，5、6到7年嘅時候，畫過政治畫，政治宣傳畫。文化樹下，今晚9點半，港台電視31。好，歡迎翻嚟第3節城市論壇。我哋今日咧講下領展外判街市嘅問題。咁頭先啱啱講到咧係良景邨嘅管理員啦。咁啊最新咧就係食物呢個局長高永文咧就表示咧係會有一個短期內會有個跨部門嘅討論咧係傾呢個良景嘅衝突嘅。咁我知道咧而家現場咧係有一啲長發街市嘅商戶喺度嘅。咁我先將時間咧係交俾一位長發邨嘅居民咧係講下佢嘅睇法先。多謝咁多位。我係長發邨嘅居民嚟嘅，咁樣咧就咧喺度住咗咧都有20幾年㗎啦。你對外判點睇啊？咁個觀點嚟講法咧，我希望咧就嘅商戶佢哋咧有生存嘅空間咯，因為我哋去買嘢咧接觸佢哋咧都有好幾個㗎。就有啲就算唔出嚟都係支持佢哋㗎。但係對於個街市嗰個營運，你點睇咧？營運嚟講法咧，就當然啲嘢咧租貴嘅，自然就啲物價都會貴，會影響到我哋㗎啦。同埋我哋希望咧政府咧支持下咯。好，唔該。咁啊之後咧有另外2位咧係長發街市嘅商戶嘅朋友嘅，咁啊請呢位係先生發言啊。主席你好，我想問下黃先生。係喺領展嗰度有幾多股權啫？係咪記得你嘅姐？你點樣睇呢個即係外判咧？你自己外判人肯定一個問題，因為佢而家外判咧唔係民生嘅，係民生嘅問題，唔係話加幾多錢租嘅問題。如果一路判落去咧，嗰個物價會升到幾多咧？大家冇人知。尤其而家電話管理公司咧，就一路判落去咧。就可以係壟斷成個領展嘅屬下所有嘅街市嘅價錢。好，唔該啊。呢個有趣嘅，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一個財經評論員啦，我係有領展嘅股票嘅，而係我話俾你聽咧，我話俾你聽，你哋嗰啲咧其實係小錢嚟㗎。我話俾你哋嗰啲小錢，我而家仲驚，我揸住啲嘅股票咧，我仲驚嘅就因為佢投資緊大陸，我仲驚過你啊，所以即係我諗其實我諗你哋嗰個，我諗唔係即係調翻轉頭嚟講，如果對於住戶嚟講，對於消費者嚟講咧，其實你哋如果能夠做到一個好嘅，賣到一啲好嘅產品，
唔好話一直租貴咧，就啲嘢咧就一定會貴。有啲地方咧，其實租貴咗咧，佢哋賣嘅嘢係可以平。好，唔該晒黃拔啊。咁啊，我知道有另外一位女士咧都想發言嘅，係。大家好，其實我係我係長發商戶嘅其中一個商戶嘅女嚟嘅。咁其實屋企人好辛苦啦，咁供大咗養大咗我哋啦，我哋唔需要再喺街市度做嘢㗎啦。咁但係因為其實我係眼見住一班幾十歲嘅老人家，佢哋本身日日喺檔口度打拼，佢哋為咗自己嘅生活係自力更生。咁但係今日咧，佢哋都喺佢哋眼中咧，其實佢哋已經做緊啲好任性嘅嘢，好激進嘅嘢，因為從來佢哋都唔支持罷市啊、反對啊、上街遊行。但係呢一刻佢哋其實真係好彷徨，因為佢哋已經求助無門，佢哋諗住靠自己嘅力量去叫罷市啦。咁但係其實見到好似台上黃生咧，同埋領展咧，嗰日佢哋有個叫做公關關係科嘅盧生咧，其實佢啲嘴臉咧係好肉酸，佢哋係好型，我覺得佢哋可以高高在上咁同你講。到錢咧，而家佢投資大陸，你明唔明啊？唉，好啦，成日將呢兩樣嘢撚埋啊！好，跟住咧係我交俾係公民黨嘅陳宇明啊。公民黨陳宇明，咁講我領匯講領展，其實我想同長發嘅街坊講，其實過幾個月又有一單其他街市又要出嚟抗爭，呢啲係好平常。領匯嘅係一個社會運動嚟嘅。我舉一個例，樂富街市裝修之前同裝修之後加租3倍，個裝修環境就變咗一個好似九龍塘嘅中產嘅市場咁。但係樂富街市服務緊一個九龍區最窮嘅地方，環頭磡村。領展根本就係唔會理你哋呢班市民係點樣諗嘅，佢只係顧住自己點樣賺錢加租。所以我提醒大家，你哋一定要團結，要同埋你哋嘅居民一齊團結，好，唔該晒，好。領展霸權㗎。好，跟住有請新民黨啊。係，我係新民黨黃威信。領展作為一間上市公司，發展同部署都會以股東利益為依歸，要平衡各方嘅利益。我哋認為政府應該作出承擔，多辦官辦嘅街市，透過競爭去平抑租金。公務員不善經營街市，落得落蝕錢收場。我哋建議研究成立一個法定組織，聘請專才管理公共街市，規定商戶租金低於市值水平，以大眾化嘅價錢去服務街坊，為街市管理同服務尋找新嘅出路。咁啊，跟住咧，我邀請係後面戴眼鏡呢位女士咧係發言嘅。好，麻煩工作人員俾個咪佢啊。係，你好，我係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嘅陳淑琪。係，其實頭先都有提過啦，即係食環署街市，即係好似話管理得唔好咁。咁其實咧，2008年啊，審計署除咗咧係話食環署嘅空置率好高之外，其實佢都有俾咗唔同嘅建議嘅。咁2013年食衛局咧都有就住即係食環署呢個空置率嘅問題咧，就係揾一啲民間團體咧做一啲改善建議嘅計劃。咁唔單止係即係解決空置嘅問題啦，連即係成個街市嘅佈局同埋管理嘅手法咧，都係由好詳細咁樣講。咁究竟即係政府係冇能力做啊，定係冇心做咧？咁第二咧，我